继续来到苗栗大沙线3弯的路段，讲有民众翕到4个动机车的骑士翘高链，因轮流就阵，袂输咧表演特技。当时路边有其他的车辆经过，真危险。警方调监视器，找到骑士，除了上悬罚款24000块之外，嘛用公共危险罪，甲这个骑士函送法办。油门大力甲吹落去，头前咧甲翘甲悬。这路总共有4只奥多麦，就亲像是咧照排版共款，一只煞咧翘高链。我算讲当时有人开车经过，翘高链的人共款无咧插，照常油门甲吹落去，高链甲翘起来。而且只要路边有人在翕相，或者是有人骑车经过，因就翘甲特别欢喜。就很多车，平常6日就会很吵。这人骑车翘高链的所在，就伫苗栗大沙线3弯路段。这常常有人骑重型的机车来这欣赏风景，但是这路翘高链翘倒摆，警方讲这实在真危险。若是跋倒去弄到人，迄代志搁较大条。针对这个路段和时段，本分局也会规划危险驾车勤务，加强启动。警方已经调出沿路的监视器，要按照车牌来找人。到时原来会按照公共危险罪函送法办，上悬开罚24000块。警方原来呼吁爱骑重型机车的朋友，都要珍惜性命，唔通危险骑车。